乡亲啊，超级寒流到位，宜兰的太平山，和这个秋挂来覆盖，真梦幻。啊，那宜兰的南山地区，甲台东的向阳森林园区，拢来落美色、落冰粉，讲水甲敢若仙境里。远看过白茫茫，艺术是来到东卫世界宜兰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。 气温降到零下5度，四界拢会使看到白色的树挂，和规个园区艺术是银白色的世界，同时嘛有落美色。太平山庄的那个健行步道口大约从中午的11点开始包括到现在持续的在下冰线。白茫茫好美哦，下雪了。除了艺术仙境的太平山，伫宜兰南山部落，伫2020年最后一天的透早，嘛有落美色。 宜兰县最高学府南山国小，今仔日的气温嘛降到0度，校园的铁栏杆拢有结冰。另外，伫台东上悬的派出所向阳派出所，因为水汽有够，加上气温是0度，今日透早2点嘛有落美色，四界看起来袂输是夜糖粉同款，真正有够水。也毋过警方嘛呼吁民众，若要上山赏雪，除了讲爱穿好小以外，相关的装备嘛爱穿有够。